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音乐牧师。4月14日，失联于你时，就来祷告吧。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20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诗篇22篇3到5节。但是你被尊为圣者，是以色列颂赞的对象。我们的祖先信靠你，他们信靠你便拯救他们，他们向你哀求，就逃脱了危险。他们信靠你，不至于失望。感觉到上帝的呼声。如果我们只从一个自然的角度看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就会发现没有什么是有意义的。当我们感觉自己在下沉和淹没时，我们可以抓住神你的话和应许。我们不会沉下去或淹死，因为圣灵会用救命的应许使我们漂浮，定睛在他已经给我们的应许上，坚持他所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就不会淹死。他正在提升我们的信心。今天我们持续来看约伯怎么样他的朋友遇到这样子苦难的约伯时，他们的朋友耐得住吗？对，他的朋友耐得住，这跟他朋友什么关系呀？当然是啊，因为其实他的朋友也关心他。我们看有哪几个朋友是可以陪一个受苦受难的人啊7天7夜？没有，而且那几天就是全然的陪伴。但人真的很有限，人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太多，但我们面对前面的道路，前面这个人的困难，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想要想一些办法总是觉得我们说一说骂一骂，我们找一个原因也好，或者是我们其实已经错了，可是总是拉不下那个脸今天来到了20章，我们从上一章就可以知道约伯的发言，面对比勒达强烈的质问，约伯的情绪并没有被激化，只是沉着冷静的把自己想说的内心话说完。但约伯这样的态度好像反而激怒了另外一个朋友说法。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说法他对上帝的正义抱持怎样的看法呢？那么说法心中真正在意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些经文就知道说法他说，约伯你使我心烦意乱，我忍不住要回答你。你说的是侮辱的话，但我知道怎么回答。你当然知道，自古以来从人类被安置在地上开始，邪恶的人得意都很短暂的，不虔的人欢心也不长久。纵然他骄傲与天比高，他的头接触云霄，他终要像粪土一样被扫除。认识他的人都不知道他哪里去了，他如梦消失，永远不再见到。他像夜间的景象，消失得无踪无迹。见过他的人再也见不到他，他要从他所住的地方失踪。他的儿女要向穷人祈求，他亲手把剥削得来的财物交还。他一向年轻力壮当，不久都要变成尘土。他以为邪恶甘甜，把它放在舌头底下，含在口里品尝它的味道，可是食物在口中发酸，变成毒蛇的毒汁，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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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讲得更多的与事实其实是不符而是只是说法他被激怒被不说话沉着的约伯激怒了，他总要说点什么。这感觉似曾相识是吗？
亲爱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一种境况，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特别是在人已经走到尽头或者是急难危急的时候，当我们去探望他，我们好像只能说加油，但亲爱弟兄姐妹，加油代表被你安慰这个人他好像不够努力，加油带来的是另外一个指责，加油带来的是论断。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吗？有一种孩子他是妥瑞症，他只要有压力，他其实是会不断的脸部抽动或全身不自主的抽动，或者是甚至有的是会不自主的骂脏话。所以我们真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情况我们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宁愿说主啊，主啊，主啊，你帮助我，怎么知道怎么帮助对方？主啊，或许是你自己来帮助他，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们延续前几天我的老师蔡茂堂牧师，他曾经分享，我们在网络上其实也可以查到他本人所说的。他说影响他生命中有4封信其实对我而言，他父亲的信是给我很震撼。其实也是蔡茂堂牧师，他从医师会走到牧师，是因为他爸爸在他大学的时候曾经跟他说你是我们家唯一读到大学，等你大学毕业，这些弟弟妹妹给你养，爸爸要去彰化的乡下，教会没有牧师的，我愿意当志工，去讲道，去服侍人。蔡茂堂牧师他那时候毕业就是医师，他答应了，但没想到他爸爸后来过世，没有办法实践这个给上帝的回应。特别是他爸爸是对这位上帝不是求这世上所有的祝福物质上的，而是他觉得这位上帝是这么美好，不是他赐的东西美好。因为他的父亲真的穷到，而且还被误会，前几天我们都知道，但他是仍然坚定跟随的这位上帝。蔡茂堂牧师自己说，他能够成为医师，最后当20年之后会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当为牧师宣讲上帝的话，是他的爸爸这番话，他要完成他爸爸的这个意愿，要成为一个宣讲上帝话语的人。我们知道其实他回应神后来发生的事，我们明天我们可以继续，或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或者是我们大家其实如果你忍不住，你可以 Google 一下，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知道蔡茂堂牧师他怎么经历这位上帝。其实我们人最怕的，也是为约伯最怕的，是失联于上帝。好像上帝，我跟你好像这个线路不通啊，这个我是不是在这个网路不是顺畅的，断断续续，甚至后来怎么样子我都无法把这个讯息打出去发出去，没办法通知到你，没有办法跟主你来讲话。其实祷告永远不会失联于神亲爱弟兄姐妹，怕的是不是联络的联，是连接的连。当我们的罪，当我们背离神，背逆神，我们就是失去跟神的连接，这个才可怕。
就像亚当夏娃得罪了神，罪的代价乃是死，失去连结，这个才是可怕的。那么怎么办呢？不管是失去联络或失去连结，就是来祷告吧。所以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默想，说法以恶人的命运譬喻约伯不悔改的结局，是否冷酷跟过分呢？他既是约伯的好朋友，难道对约伯的为人不了解吗？我们对约伯的3个朋友有没有什么感想？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爱我们。主，我们要回应你，我也爱你。我要来赞美你的名，来敬拜你。愿我声音在主你耳里是一个甜蜜的声音，因为你要我们跟你常常连接。我要我们活在你里面，你也活在我们里面。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应许。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连接了这首歌，主我爱你，好不好？当我们觉得跟神撕连了，感觉自己孤单的时候，我们就来唱这首歌吧。我们明天见，愿神祝福你，今天活在主的爱中，我们也活出爱。